你是咧形成啥啦？啊，你讲你读到硕士啊？我和大学都无毕业呢。啊，我6岁的时阵，阮母啊就甲我放煞啦。大汉了后，就开始趁钱饲家己啊呢。啊，你拄则，敢是阁有讲到阮头家哈？嘿，我甲你讲啦，我上痛苦的人就是伊啦。伊吼看起来有一个人扮，其实吼是食人狗狗的后头家啦，奸商无力家风啦。你敢真正想要死啊？咱做破条落啦，为着吼，咱拢去互这世界放杀啦！赢啦，来啦，赢啦！我煞袂，逐摆放梦咱咧要死要活，啊，我着互人请的，你搁要安尼甲我刁？讲啊！像我这样动工的人吼，根本就无应该活伫世界上。活咧，也伊只是浪费社会资源啊。今仔日你若无想要活，我嘛袂甲你动。不过有一件代志，我希望你答应我。莫用跳的，用别款方式去死。啊，若无你就我导管器官伤过无彩。哦，你真是吵到底水了！我要报警察哦，关西龙人自杀啦！醒来啦！